5日，我哋喺瓦拉卡最出名食 brunch 嘅餐廳，餐廳坐滿本地人，成個氣氛亦都非常之輕鬆自在。佢哋 Egg Benedict 嘅蛋呢係用咗自己整嘅 smashed potato 去取代咗傳統嘅麵包，外脆內軟，非常之加分。加埋個完美嘅 poached egg 同埋自己整嘅 Hollandaise sauce，每一啖濃得嚟，亦都唔會漏，好滿足。接近2個鐘，我哋就嚟到 Glenorchy。我哋參加咗魔界小鎮嘅騎馬體驗。先喺櫃台完成登記，就會因應你嘅身高同埋重量去配對馬匹。教練先會簡單講解點樣去控制馬匹，包括拉緊韁繩同埋輕觸馬鞍。要識得點樣可以令到隻馬改變方向、停止甚至乎後退。成個行程啦，都係要自己去控制隻馬。呢個體驗活動係真係騎住隻馬喺外面奔走同埋導航，途中亦都會穿過森林。過程中我隻馬一直喺度搖頭掙扎，好想將面上面嘅保護罩除甩，所以我都要保持冷靜去控制佢。騎到一半就開始落毛毛雨，風亦都好大。教練亦都會安排喺一個地方停低俾大家影相。草原同山丘充滿咗神秘同埋魔幻嘅氣氛，成個體驗同大自然合為一體。呢個騎馬之旅係一次好好同大自然親近嘅機會。呢個地方被譽為魔界小鎮紐西蘭嘅天堂，而呢個紅倉庫就喺碼頭附近展覽早期嘅歷史圖片。一邊望住遠方嘅雪山同埋滿地嘅白楊，終於嚟到天堂谷，呢度亦都係魔界電影嘅取景地。而家我哋就前往淘金小鎮。戰陣呢度有條主街，可以買到啲大牌嘅羊毛製品同埋羽絨。入到嚟呢間糖果店，好精緻又復古，有好多種五顏六色唔同款式嘅糖果同埋朱古力，亦都有哈利波特同款嘅怪味豆同埋朱古力蛙等等。晚餐我哋就揀咗喺戰陣嘅一間意大利餐。呢間餐廳嘅菜加入咗創意元素，每碟菜嘅擺盤亦都花咗唔少心思，睇得出廚師係花咗好多心思去烹調每一道菜。人均大概紐幣100蚊，每道菜嘅份量唔係好大，但係好精緻。被南亞爾卑斯山包圍嘅皇后鎮依山傍水，簡直係人間嘅後花園。之後去咗 Deer Park Heights， 唔止有好多嘅野生動物，風景亦都靚到好似身處喺童話世界一樣。呢度亦都有唔少魔界電影嘅取景地。每日有限定嘅車輛數量進入園區，需要網上先預約，然後根據提供嘅密碼進入園區。要小心啲山羊，因為唔少人嘅車都俾佢哋刮花。喺 Queenstown 嘅 Kamarna Lake House 住咗2晚，房間好乾淨好新，仲有一個小露台。酒店喺半山腰，可以睇到好靚嘅湖景同埋雪山。記得預早預約溫泉設施，建議 book 返朝早嘅時間，咁就可以影到好靚嘅雪山同埋湖景。酒店嘅早餐亦都要提早預約，先可以揀靠近窗邊嘅位置。嚟到由朝到晚都要排隊嘅漢堡包店，無論咩時候經過都見到出邊喺度排緊隊。一個漢堡大約價錢係紐幣嘅20蚊，營業時間去到凌晨2點半，所以如果夜晚肚餓食宵夜嘅話，都係其中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塊牛扒好厚、好鮮嫩、好入味，超滿足。漢堡包店側邊就係同一品牌嘅麵包店，奶油冬甩亦都係必食嘅，唔使擔心佢會好甜好漏，佢一啲都唔甜，奶油味仲好濃郁。嚟到 Cookie Time 買啱啱出爐嘅曲奇同埋牛奶，門口嘅紅色卡通吉祥物 Cookie Muncher 超搶鏡，有唔同款式嘅曲奇可以選擇，一定要買啱啱出爐嘅熱曲奇，香到不得了，外脆內軟，好食到停唔到口。中意呢個卡通嘅話，呢度亦都有唔少周邊嘅嘢可以買，唔少人會喺度買曲奇做手信，但建議大家去超市買會更加平。我哋買咗 Skyline 同埋 Luge 嘅套票，坐觀景纜車上觀景台。呢度可以俯瞰皇后鎮嘅全景同埋遠方嘅雪山。因為啱啱落完雨嘅關係，我哋又喺皇后鎮遇上彩虹。
門票有分幾種，包括連自助晚餐。滑板車嘅門票可以揀1至6次或者無限次。喺滑板車嘅起點先戴上合適自己嘅安全帽，就可以登上開放式纜車。坐開放式纜車去到滑板車嘅起步點，教練先會簡單講解點樣操控個滑板車，然後喺手背上蓋印，代表你已經掌握咗滑板車嘅控制。將把手推到最前同埋最後都係剎車，所以先將把手拉到最後，再往前放鬆一啲先係前進。小型嘅手袋同埋背囊都可以孭住，唔需要放喺儲物櫃。呢個活動真係幾好玩，幾刺激。我哋揸咗2個鐘頭嘅車，由奧克蘭去到哈比村，參加咗大約2個鐘嘅英文導賞團。旅遊巴一出發就開始播放魔界電影嘅音樂同埋電影介紹。未去到，但係心情已經好感動、好興奮，所有嘅回憶即刻湧現喺腦海裏邊。估唔到自己可以親身去到哈比村。當時嘅哈比村係建立喺紐西蘭北島馬塔鎮附近嘅一個牧場。去到 The Shires Rest 停車場就可以轉乘旅遊巴入哈比村。當初導演為咗打造真實嘅中土世界，透過衛星地圖尋找合適嘅地點，最後揀中呢座綠意安然、擁有湖泊同埋幽靈嘅牧場。導遊嘅講解十分之生動，令大家可以沉浸喺呢一片夢幻之地，親身去體驗哈比人嘅生活。通過講解可以了解好多幕後電影嘅故事，譬如電影為咗體驗唔同種族嘅身高差異而研究嘅拍攝手法。每間洞穴屋嘅大細都唔一樣。如果今日要拍甘道夫，就會揀比較細嘅洞穴屋前面拍攝。如果要拍哈比人，就會揀比較大嘅洞穴屋做背景。44個哈比人洞穴錯落分佈喺連綿起伏嘅綠色山坡上，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嘅裝飾同埋故事。木門嘅高度只有1.2米，瞬間化身為霍比特人。導演對園內嘅植物都有好高嘅要求，喺呢度有7成嘅植物係真嘅，另外3成係假嘅。門口晾曬嘅迷你衣服同埋小菜園嘅細節都好加分，拱橋磨坊嘅細節亦都栩栩如生，好似走咗入奇幻故事裏邊。呢度花費咗好多個月去精雕細琢去建造，亦都好細緻去設計每一個佈景，成為哈比人溫馨而迷人嘅家園。拍攝完成之後，農場主人最初計劃恢復返場地嘅原貌，但係電影嘅熱潮席捲全球，加上哈比人系列再度喺度取景，場景就被永久保留，提供俾世界各地嘅遊客參觀。見到一個個圓碌碌、色彩斑斕嘅小洞穴，就好似去咗童話世界嘅小花園。有一個霍比特人嘅屋企係可以入去參觀，一推開門就有電影同款嘅家私，仲有比爾博屋企嘅長椅同埋甘道夫嘅煙斗。尾站嚟到 Green Dragon Inn， 可以免費享用一杯霍比特人同款嘅薑啤或者蘋果酒。